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8月18日，我是刘英叶牧师。惧怕摧毁判断力。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28章， RPG 要祷告的经文记载在箴言29章25节。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判断力就是对事物属性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做出准确分析的能力，也就是一种对事物发展趋势进行方向性把握的超能力。换句话说，就是事情在刚开始的时候，判断力好的人就能预测出自己在各种决策中将带来何种的结果，是一种对事物发展趋势进行方向性把握的能力。因此这样的能力也可以说是一种预测的能力哦。所以有了这一些判断的力，有的人就会说这是一个超能力。我想我们最近这2-3年疫情的关系，我们会知道有了超能力以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有什么？对，就会有超前部署那我们来看这种能力对这个未来的决定是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但惧怕呢，只要我们一惧怕，这种能力其实就会被摧毁我们看今天经文28章来看到大卫他其实是判断他如果在以色列里面真的是很难生存，因为他觉得扫罗是一直追杀他，于是他选择是这个在夹缝中求生存，他选择在亚吉王那里寄居，等于是投奔亚吉王也就是在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这是因为他恐惧所做出来的决定。我们来看看今天当他做这样决定的时候1天2天可以过去，可是呢还是有一个时刻到了他必须面对的，就是非利士人呢，他召集军队要攻打以色列人。亚基王就对大卫说，你应该明白，你和你的部下要跟我并肩作战。现在决定要来了以色列人是大卫自己家乡的人，是自己出生于以色列人，可是这个时候他寄居在亚基王，要跟以色列来攻打，那他到底要怎么选边站？因为这个跟他自己的生命安全是有关系。大卫在极恐惧当中选择是投奔敌人，投靠敌人，这时他怎么应对呢？我想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经文说大卫很机智的说，那当然我是你的仆人，你知道我能做什么。亚基王说，好，我要你长久做我的侍卫。今天这一关过了，但将来决战时刻怎么办呢？这个我们可以留着我们会回头再看这28章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讨论。当然这经文接下去也会讲到扫罗他求问巫婆，因为他真的太害怕了因为已经大军来了，非利士人的军队已经聚集在苏念城附近扎营，而这个时候撒母耳已经死了耶，这怎么办？他要问谁呀？他求问神，可是神不借着梦，也不借着巫灵，不借着先知回答他。于是他就在恐惧当中做了这样子的判断力，他要找个巫婆，他要问他。真可惜耶，因为他自己有发布一个命令在第9节的时候，他找了这个巫婆，他就说你一定知道扫罗王做过的事，他强迫占卜的和巫师都离开以色列，那这时候你为什么来陷害我，使我丧命，要叫我帮你做事呢？虽然扫罗他是换了一个妆改装衣服但扫罗对他说，我指着永生上主答应你，不会为这事而受惩罚。那这个就真的这女人这个巫婆就真的把他招来了招来了谁？撒母耳撒母耳的魂真的上来了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撒母耳的魂
是真的撒母耳的魂吗？还是假借撒母耳的名义的魂上来呢？你说牧师来，我们来看他说的话到底有没有应验就好啊。我们来看他说了什么呢？撒母耳就说，你为什么烦扰我？你为什么召我上来呢？扫罗说，我有大祸了，请你来回答我。撒母耳说，既然上主已经离弃你，成了你的敌人，你为什么还要召我？我要告诉你，明天这位上主他要把你跟以色列人交给非利士人。明天你和你的儿子会跟我在一起，上主会把以色列的军队交给非利士人。扫罗听了吓坏了，全身僵硬躺在地上，因为明天就是他的死期，跟他的家人跟他的军队。如果我们看一下翻一下明天的经文，明天接下来是不是真的发生这个事？是真的应验，是真的，但有人说了，然后真的应验，他就是真的先知，他就是真的从神来的话语差遣的魂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千万不要糊涂了我们可千万不要被我们的恐惧摧毁我们的判断力如果这真的是撒母耳的魂，那么神所禁令的不可透过这些亡魂来找他们回来，所谓的裸观音是禁止的。神何以会用他自己禁止的方式呢来回答扫罗呢？不会的。所以我们从这里简单就可以知道，撒母耳的魂上来这个是假借的魂。那么你又会说，那假借魂怎么可以预测这么准？当然在我们看不见的世界，他们是可以预测有一些能力，但这些能力不是为了我们好，不是为了造就我们。所以我们的神说，我们不要算命。神自己要带领我们，他要让我们知道的事情，他会让我们知道。他没有要让我们知道的事情，那是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吗？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一路在带领我们吗？即便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不确定，我们心里真的很恐惧，但我们主不知道我们恐惧害怕吗？他当然知道，他只要我们相信，他是不是会跟我们同在？他会不会陪我们度过？会，因为他对我们说，那不容易，他与我们一起努力，不是吗？我们有没有信心呢？我们一起来默想好吗？我们总是说不要怕，但越怕的事情就越发生，那怎么办呢？谁能陪我们度过呢？对，谁陪我们度过很重要，因为他要是一个大能的，而且他是要慈爱，他是要是公义信实，他要是全知全在全能，重要的是他要爱我们，他知道怎么样才是对我们好，他知道我们要所选择的判断力的超能力，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才是对的。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主，谢谢你，你应允与我们同在，因为有太多的时刻让我们害怕，因为我们真的有许多的时刻我们不明白，我们也不知道未来会如何，但主，未来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在未来里，现在跟未来里，你一直与我们同在，你一直保护保守看顾我们，这就够了。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有一个得胜的一天，知道主陪我们度过，我们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力。我们明天见。